来看台北市部长咧办台湾美食展哦，今年交通部的观光局是以地方的美食结合在地旅游，要带民众哪食哪耍。加升加农业部嘛对各地农会辅导上百个田妈妈选出12个上有地方特色的料理，要来销解给大家。 台湾各地头的美食丰富多元，今年的台湾美食展，伫探索台美的展区，交通部观光局以台湾美的特色，让民众透过特色料理来认识台湾各地头。台北市它是推荐这个酒家菜，所以它就会推荐北投那一带，比如说可以泡温泉、有地热谷这些，它会就近在那个菜肴的区域来做一个推荐。我们也有厨艺教室，也还有民众手做 DIY， 也还有名人讲故事，那也还有游程的介绍是寻好味。 拄新加的农业部长期鼓励各地头的农会协助农村妇女组成的田妈妈，推广以在地食材做出地方特色料理。这摆也为百外的田妈妈当中竞出12班，参饭店总铺师合作，甲地方料理搁得升级。 台南是咱台湾最早开始发展的地方，它也用友善养殖的方式在养殖它的虱目鱼跟鲈鱼。哦，那他也去学习了日本人他在做生鱼片的放血以及做一夜干的手法，去制作出符合日本人喜欢的生鱼片的品质。那也是不管是台湾或是日本人都喜欢的一夜干。台湾美食展当中也有侪来自各地头的大头，初期进前拢通伫展区内底认捌台湾头到台湾尾的各地特色美食。记者郭明条随台北报道。